9月25号，国民党就要针对党内的主席改选进行所谓的投票。现在浮上台面的有包括张亚中，然后卓博源、江启臣要争取连任，另外还有朱立伦。而民调最高的目前大概是朱立伦跟江启臣在做所谓的对垒的动作。尤其这一次823所谓的炮战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江启臣哪怕身为国民党的党主席，在烈日下坐了老半天，他还是最后一个上台。而且一上台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印象，台下就有一个支持者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中国人？让江启臣上台的时候非常的尴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国民党的内部选举对于自己的族群血统式的认同必须要非常的强烈。而江启臣事后才发表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因为他们都不敢去得罪所谓的黄复兴党部这一块所谓深蓝的区块。这些的主导者包括了马英九，包括了洪秀柱等。所以你看朱立伦要去登记的时候，洪秀柱的人马给予高度的支持。甚至我们可以发现说，朱立伦的脸书都已经跟过去那种我们认为他很理性的感觉差异非常大，反而是把这种族群式的血统式的傲慢展现的非常淋漓尽致，甚至针对执政党、针对民进党的创党等等，甚至去把这个大中国的情节加入其中。如果有看朱立伦的脸书的人，大概都会怀疑说，是不是洪秀柱的小编跑到朱立伦那边去了？所以他的行销手法非常的简单，他就是要吸引到所谓韩粉这个客群。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瑜的效应，它带动出来的就是把所谓的被军公教改革的这一派，或者是讨厌民进党这一派，甚至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这种血统式民族主义者，他把它凝聚一块的时候，仇恨式的发言让韩国瑜登上了前所未有的效应，甚至国民党还必须因为这个效应为他量身定制总统的相关选举办法，铺陈让韩国瑜出来选总统。而这个效应在韩国瑜整个被罢免之后，它并没有消失，它反而是影响着国民党命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常说这个效应有点像吸毒一样，你会越来越上瘾，越来越上瘾。有部分的人已经流失到柯文哲那边，而朱立伦很清楚，要在国民党内部的选举里面取得胜利，就必须把这一个族群给吸引住。而这些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问江启臣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国人，这一群人他影响着国民党关键性的未来。因为整个黄复兴党部占了25%，而且他们投票率都是非常集结的。尤其这一次的主席投票率对他们来说是仇恨民进党，尤其在对中国的关系里面，他们更需要出来投票，来选一个他们认为说可以完成他们使命或者寄托的一个主席候选人。而朱立伦就是在争取这一块。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说，国民党内部的主席选举里面这一块并没有消失，而朱立伦的行销策略就是要把这一块抓住，让他能够安稳的当选国民党主席。尤其这一次的主席有关键性的角色，那就关乎着县市长的提名权，也关乎着未来是否有2024参与权的一个重要的主席选举。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国民党为什么会越来越背离民意，因为从内部的选举大概可以知道说，国民党他必须在所谓的深蓝族群里面去打转，并没有办法跟台湾普遍的社会价值来做连结。这是未来国民党会走向泡沫化一个很关键性的原因。